好，咱要先来看经济部3月要来开电钱审议委员会，传出对4月份开始，这电钱就可能会起。除了工业用电以外，一般厝内用电也会对得起。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台电其实已经尽力啊。虽然讲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伊是讲要未定案，也毋过伊嘛承认讲台电目前是一直咧了钱，若无政府补助也是起电钱，到时阵呢，这年底时可能就有债务危机。3月2中起，民众怨趁钱袋啊求水的时阵，电价也传出要阁起价。经济部按算在3月中开电价审议委员会，讨论4月是毋是要调整电价。传出提高压用户调户上悬超过1成，民生用电是建议无分地区全面起价，会影响1357万家庭用户。台建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对于这一个本身的发展还有怎么样增加的这个成本效率呢，都已经尽了很大的心力。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台电目前一直咧了钱，若无政府有宣拨钱，或者是调整电价，会在年底有债务危机。佮表示一切拢依然无定案，还佮规划讨论。啊，毋过用电大户会承担较侪义务，会伫个设计顶悬减少对一般民众的影响。330度以下的电费是1.63元，但是我们台电的发电成本不含税是3.93，含税是超过4块钱，所以这个整体我们都会一起考量。啊，毋过要达到稳定供电，再生能源是台湾能源转型重要一部分，因无受天气影响，稳定供应地热豆豆受到重视。台湾目前已经24个地热案场。经济部希望2050年进前，引导达成总共设定用量的目标。希望台湾接下来地热的发展，在台湾2050的时候能够达到6个 GW 的规模。2024台湾国际地热论坛，吸超过47间国内外厂商参加。目前共同拄到上大的挑战，就是台湾土地利用面积小，要安怎做好更较有效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